大家好，我叫 Eden，係呢一支銀髮田徑隊嘅教練。咁你最初點解想要嚟教佢哋咧？其實最初係冇任何計劃，因為初初提到最近英雄聯盟呢個遊戲幾熱門喎，好多人提起喎，有冇可能可以老人家都一齊玩呢？咁我就覺得呢個提議好似幾好喎，因為其實住喺院舍老人家大多數咧都冇乜嘢做啦，平時淨係可以喺院舍入邊睇下電視啊、玩下電話啊、甚至瞓覺咁樣。咁我就覺得，不如可以嘗試下。其實初初大家都會覺得得唔得㗎？老人家喎，其實佢哋啲手指唔靈活嘅喎，會唔會打唔到㗎？因為始終呢一隻遊戲都需要好多嘅操作啦、靈巧嘅操作啦、手指上嘅喐動。咁但係我哋覺得冇所謂嘅，我哋想試咗先，哪怕最後唔得咪當同佢哋玩下遊戲、做下活動咯。所以就咁樣開始咗呢一個隊。所以佢哋喺接觸呢個遊戲過程當中，由零開始，佢哋都花咗好多功夫啦。係啦，由頭到尾去到了解呢個遊戲，去熟悉呢個遊戲，甚至佢哋會喺屋企花費自己嘅時間，喺屋企用自己嘅電腦，同自己嘅孫仔孫女去請教呢個遊戲點樣玩。其實最有成就感就係佢哋每個人都記得自己嘅角色名稱啦，然後識得自己去到開遊戲啦。但係有一晚，我突然間喺我哋嘅遊戲群組入邊收到信息，教練，我自己喺屋企玩啊，我成功咗，勝利咗啦！嗰一刻其實我覺得好有成就，因為我成功令到吸引到佢哋中意呢隻遊戲，肯花自己嘅時間喺屋企喺度玩，而且佢哋喺勝利嘅時候，佢哋都享受到當中嘅樂趣，有入邊嘅成功感。年紀大70、80歲、90歲唔代表佢哋唔可以一齊玩遊戲。年輕人做到嘢，佢哋都可以做。其實我哋只要呢一個活動有機會成功到嘅話，咁我哋未來想更加去推廣，甚至招募更加多院舍老人家一齊玩。